開心見誠，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蓮花衛視現場直播互動節目《澳門開講》。我係今日嘅嘉賓主持林宇滔。我哋今日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政府就準備推出一啲稅務嘅優惠去鼓勵一啲舊樓嘅重建項目㗎。究竟呢個方案內容係點樣？究竟佢會能唔能夠對我哋推動一啲舊樓嘅重建產生一個正面嘅效益？佢亦都會帶嚟乜嘢嘅影響呢？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到3位嘅現場嘉賓同我哋一齊探討㗎。請到係包括財政局局長容光亮先生，容局長你好。你好。咁亦都請到立法議員施家倫先生，施議員你好。你好。咁亦都請到澳門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主席梁頌顯先生梁生你好。晚上好。咁3位嘉賓就會同我哋一齊探討一下政府準備推出嘅一個稅務優惠，希望推動一個舊樓重建嘅情況㗎。歡迎觀眾朋友繼續打2878919228789192，或者通過熒光幕上邊嘅網址喺我哋澳門開講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微信平台同我哋互動交流，發表你嘅意見㗎。咁先睇睇今日嘅重點新聞。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文表示，有信心特區5年發展規劃可全面提升居民生活福祉，積極應對老齡化帶來嘅機遇同挑戰。譚司今日出席社工局成立50週年啟動禮，致辭時指出，社工局嘅預算係10年間增加3.6倍，係2017年達到31億元，支持民間機構開展社福設施項目已增加超過1半至236個，充分體現特區政府對社會福利服務嘅重視。政府推出新卡制旅遊警示系統，旅遊局局長文曉華表示，本澳旅遊警示屬於勸喻性質。佢表示，距離系統正式生效約2個星期，已通知6至7間保險公司申請推出新產品。另外，當局正評估系統覆蓋嘅77個國家同地區是否需要評定為第1級或第2級。至於南環大馬路與新馬路以及南環大馬路與約翰西市大馬路交界，共2個新綜合路口偵測系統將於本週4日投入運作。系統除可偵測衝紅燈外，同時具有測速功能，可同時打擊超速駕駛。系統並具有採集車輛流量數據嘅功能。當局表示，會逐步將現有嘅衝紅燈偵測系統更新升級至新綜合路口偵測系統。醫療事故法將於本月26號起生效，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同醫療爭議調解中心已將於同日分別成立。行政長官批示，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以全職方式擔任職務嘅主席，薪酬相當於副局長，每月薪俸點960點；委員會全職委員薪俸點890點。醫療爭議調解中心為每宗事故調解嘅調解員，有權收取4萬蚊報酬。若個案經初步評估後決定歸檔，調解員嘅報酬將減至1萬蚊。歡迎翻嚟澳門開講嘅現場啦！我哋今日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政府準備推出一個樓宇稅務嘅優惠就係希望去推動一啲自主重建嘅一啲項目㗎。咁其實政府就準備就將呢個重建樓宇嘅稅務優惠制度嘅法律草案就會準備提交立法會啦。咁其實呢個草案嘅內容係啲乜嘢咧？咁都想同局長傾下嘅。其實呢個草案嘅訂立嘅原意係乜嘢嘅方向？會希望達到咩效果咧？係首先或者我講下咧，有關嗰個重建樓宇嗰個稅務優惠制度嘅內容方面啦。咁其實主要嘅內容咧係包含咗係2方面嘅。首先嚟講當然係重建樓宇嘅定義啦。係稅務優惠入邊咧個制度咧所針對嘅樓宇咧係包括咧係有2種類型嘅。第一種類型咧係經過工務局驗樓後評定為殘危或者係危及公共或者呢個衛生安全嘅樓宇，以及係行政長官經聽取咗呢個都更會同埋工務局嘅意見後咧，作出批示定咧係因為公共利益應該拆卸嘅重建嘅樓宇嘅。咁喺另外一方面咧，喺樓宇嘅重建嘅過程中咧，小業主通常咧係都會將個樓宇咧個業權咧係先轉俾呢個發展商，以便咧係嗰個開展嘅重建工作嘅。等到樓宇建好之後咧，再將相關嘅住宅單位咧轉翻俾小業主嘅。喺呢個過程中咧，每次咧嘅移轉咧都牽涉到係稅款嘅，都要需要繳納稅款嘅。咁嘅情況下咧，喺個法案嗰度咧，我哋建議咧
係以下嘅納稅主體可以豁免呢個稅款嘅。首先嚟講咧，第一個咧係嗰個重建嗰個發展商啦。對取得將拆卸樓宇嘅重建後啊，將移轉翻俾原有嘅人咧，可以享有退還財產移轉印花稅嘅。另外嘅受益人咧，就係嗰個原來嘅小業主啦。喺從發展商取得重建後嘅樓宇咧，或者單位所有權嘅原嘅小業主咧，可以豁免繳納呢個財產移轉印花稅啦，同埋退翻已經繳納移轉不動產嘅特別印花稅嘅。相信以上嗰個稅務優惠咧，可以將呢個重建成本減低啦，從而減輕小業主嗰個負擔，為樓宇重建工作排除障礙，鼓勵業主重建舊樓嘅啊。明白，咁其實咧喺局方嘅評估咧，呢個法案大概真係幾時可以去提交立法會咧？即係或者完成，因為大家都希望知道佢幾時能夠實行啦。同埋其實會估計會有啲咩嘅影響，或者有啲咩嘅樓宇可以去受惠。雖然頭先定義咗啦，會唔會其實都會有一定數量嘅樓宇適合呢個條件嘅咧？過去經驗而家我哋嘅工作進度咧，其實嗰個法律草案咧，我哋係草擬咗㗎啦。而家只不過係喺交咗俾法務局做呢個法律技術嘅分析。咁希望咧可以盡快完成咗之後咧，可以喺安排到喺嗰個行政會討論，然後再交嗰個立法會進行討論㗎啦。明白。咁或者我亦都同阿思源傾下偈啦。其實你點睇翻政府喺呢個即係重建樓宇嘅稅務優惠制度法案，即係呢個立法嘅方向，包括頭先提到嘅一啲要件，你點睇咧？阿思源？其實我覺得政府喺呢一次包括即係做呢個重建樓宇稅務嘅優惠嘅制度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首先呢個係利民嘅工作啦，特別咧係喺我哋喺都更會依家係即係喺度傾緊法律嘅同時咧，就推出呢個稅務優惠，即係我哋可以講話簡單嘅做咗先。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頭先即係啱啱局長講咗啦，即係除咗危樓之外咧，另外一種就可能係聽咗都更會嘅一啲意見，係咪可以去做即係重建呢啲咧，先會去可以得到呢個重建樓宇稅務嘅優惠嘅呢個制度。咁喺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呢方面咧，可以將來喺立法嘅當中都講咗話，我哋將來可唔可以即係喺依家好多嘅未必符合到係都更嘅，譬如我哋講緊我哋好多30年樓以上嘅，佢未必，因為依家佢嘅定義係一定要危樓評定，係政府評定嘅。另外一個就係一定要聽都更會嘅。咁譬如話有一啲佢基本上有啲情況，佢本身整個業主、成個大廈佢都願意去做，而真係已經超過30樓齡以上嘅，咁政府呢方面會唔會俾到佢一個稅務優惠咧？咁即係呢個咧就我諗呢個咧就等一陣，我哋再探討下，因為呢個係牽涉到可能有一啲樓宇我哋睇下，我哋好多有啲樓宇咧係30幾年啦，其實到依家嚟講，佢好啲石屎各方面都剝落啦。咁其實業主佢好有呢個意願。希望可以得到呢個重建嘅。咁頭先局長都講咗2個要件啊嘛，一個就係一定要係評定咗，係公務局評定咗，呢個係危樓，即係政府部門評定咗呢個危樓，或者係佢衞生啊各方面已經係產生好大嘅問題啦。另外一個就係一定要聽取都更會嘅意見。佢哋可能先會接納咯，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大家就可以更加去探討下。不過呢個係2選1啦，其中一個都係。冇錯。係 OK。明白。咁或者亦都聽下梁生嘅意見咧。其實即係作為建築界啦，其實對呢一個政府嘅一個稅務優惠嘅建議個法案建議咧，你自己點睇？或者你哋業界覺得會唔會能夠即係幫到一啲實際嘅個案上邊咧？首先就話呢個咁嘅政策推出咧，相信會對呢個舊區重整，特別而家啲殘危嘅樓宇嘅重建咧，咁就係有好大嘅幫助嘅。事實上喺個澳門個舊樓已經相當多啦，大家都見到，特別見到之前亦都會出現咗一啲殘危樓宇嘅出現。咁喺嗰個稅務上面未有呢個政策出現之前呢，係會有一定嘅稅項嘅負擔嘅。咁有咗呢個咁嘅政策，減免咗一啲稅務嘅負擔嘅時候，對嗰個重建嘅成本事實上就會降低咗。亦睇到咧呢個政策嘅推出，
就係配合翻呢個都市更新呢個咁嘅整體嘅澳門發展嘅政策，已經係開始慢慢咁形成一個政策嘅體系啦。咁呢個係第一步啦。雖然都市重整、舊區重整呢啲咁嘅政策咧，將來都仲有漫漫嘅路係嘅發展係去制定嘅，但係就睇到呢個稅務嘅優惠咧，亦都會俾到一個誘因啦，俾到見到咧，就將來呢啲咁嘅舊嘅樓宇咧係可以得到落實嘅解決嘅。咁除咗係一個都市更新嘅概念之外咧，事實上喺未有都市更新嘅具體嘅整套嘅政策出現之前咧，對一啲殘危嘅樓宇亦都可以及時咁樣去做一啲工作嘅，令到佢哋可以加快嗰個重建。明白，咁亦都即係頭先資源都問咗啦，局長，其實喺實際嘅情況上邊可能考慮到佢自主重建嘅呢啲，譬如佢有一定樓齡嘅，係咪都可以將來考慮去納入呢個法案入邊咧？所以頭先我哋除咗講咗係有兩種類型嘅重建樓宇咧，第一種係公務共營已經驗樓係真係本身係結構上有殘疾或者對公共衞生第二個就係行政長官聽咗公務局同埋都更會嘅意見後，即係因應公共利益嘅前提下咧，應該拆卸同埋重建嘅樓宇。咁呢方面咧，相應係比較彈性，即係唔係話佢一定係真係即時危險，但係因為公共利益方面咧係可以拆卸。而俾到呢個稅務優惠佢哋，所以呢個方面係比較彈性嘅。即係所以又冇話排除咗嘅，咁可能就係其實如果司員頭先講嘅嘢，可能佢交去申請嘅時候，可能都係能夠同意嘅。呢個係就可以整體可以推動到整個市民嗰個首先首先已經減少咗嗰個負擔啦，咁呢個誘因就會比較大啲。冇錯，係啊，咁同埋我哋即係睇翻啲數字咧，確實咧而家澳門嗰個樓宇個老化情況咧，確實係比較嚴峻嘅。我哋睇翻政府數據咧，2016年9月咧，澳門嘅即係超過30年以上嘅樓宇咧，已經有4478棟啦。咁其實較08年嘅3403棟已經多咗1075棟㗎啦。即係其實個數字喺呢幾年咧，可能真係老化嘅情況都比較快啦。呢一啲嘅方案咧，確實係要值得我哋社會討論同埋關注嘅。咁電話入邊咧有高小姐，高小姐你好。晚安啊，各位嘉賓。係高小姐，好啊。咁點解都市更新委員會成立咗超過1年啦？點解咩都做唔到嘅咧？喺度企晒喺度嘅咧，你哋講嗰啲問題，早人都知啦，人都識啦，但係點解乜都做唔到咧？乜都未喐咧？全部都要靠市民自己努力咧？係咪啲委員會佢哋真係得個樣㗎咋？定係翻去攞速值費出糧啊嘛？拖下晚喺度拖，我哋喂搞掂件事咁，我咪冇委員會做，我冇委員做咁，我咪冇糧出，冇速值費，係咪啊？所以實際冇一個講字。但係你自己認唔認同呢一個內容咧？認同，不嬲都認同，不嬲大家都講嚟講去都係三幅被，就係啲稅啊唔好咁樣轉嚟轉去啊，政府主導一下幫助啲殘危樓宇重建，不嬲都講咁樣講啊，講嚟講去都係呢幾句嘅啫嘛，點解一直以嚟咁多年都冇解決到問題咧？啲委員會我都話啲政府啲委員會咧全部都廢嘅，嗰啲委員咧就全部太問心講啊，大佬你搞掂件事做完件事，我就冇委員做噶啦，我梗係拖住你啦，拖咗你10年8年。亦都想聽下你意見，即係除咗呢個稅務優惠制度啦，其實你覺得推動舊區重整喺你哋市民嘅角度，你覺得最重要仲有其他咩係要盡快去推出嘅咧？邊個借錢我起過啊？老嘅點算啊？貧窮嘅點算啊？你可唔可以放高俾我咧？你政府會唔會放高俾我咧？就梗係啦，有利益嘅建築商有利益嘅就做嘅，有啲冇得放高嗰啲嘅咪唔做咯。有得放高啲撲崩鼻啦，福寧嗰啲放高幾層，跟住我大班人嚟同你做，撈啲又唔係為自己籌錢喎，講嚟講去咪有個錢作怪，為都係為咗個錢啫。有啲人有利益嘅咪做，冇利益嘅咪唔做咯。但高小姐嗱，你講到呢個都係一個咧好多地方面對嘅問題啦，譬如香港咧都市區重建局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咧叫做自願推動嘅計劃啦，就係話譬如你得到一定比例嘅業權嘅話，你可以主動向譬如香港嘅市建局去申請重建。但係基本法唔得咧，你澳門嘅基本法規定咗咧，你唔可以搞人哋私人產權噶嘛，你改80%，咁你咪違反基本法咯，抵觸咗基本法咯。基本法話保護私有產權嘅。我相信澳門同香港基本法都係一樣嘅，譬如嗱，佢哋啟動嗰個就係85%，唔係，但係個方向上邊，你覺得啱唔啱去討論先？我覺得鄭志強議員講得最啱啊！如果你一改嘅時候，你牽動到基本法嘅話，基本法係最大㗎，你要諗清楚點樣改啊！你冇到時又俾人哋。唔係，但係高小姐，即係你而家你覺得呢個方向同埋業權，我哋係分開討論啦。呢個方向你覺得冇權？我覺得你哋直情係冇權討論
減低咯，因為即係你覺得一定要100%去推動嘅。梗係啦，明白你點解搶我間屋啊？我唔中意起啊，係咪？ OK 你就要搞，你明白就要諗，OK，多方法謝高小姐有因咯。嘅意見。好咁我哋仲有張生嘅電話，張生你好，係張生。張生麻煩要熄咗個電視咧，咁我哋可以去傾偈啦。張生請講。咁多位主嘉賓晚上好，咁樣咧，我今日呢個話題咧，我啊綜合論述啊。你請講，咁樣首先咧要講到葡國個法律啊。葡國法律咧，好似旋風花園咧，嗰個100%重建咧，有一路地鋪咧，唔肯簽啊，唔肯簽咧就拖咗2-3年喎。咁樣葡國訂立個法律有咩用啊？好啦，現在最爭拗。油漢呢一區有幾棟啊，以前係住宅區嚟㗎。咁樣咧，佢自己咧就喺巷仔又好，喺路邊又好，就開個鋪位出嚟。咁樣你葡國嘅法律唔公認去呢個法律喎。唔公認佢又鋪位喎。咁樣你再立呢個法律出嚟，50%幾多，50%啊，有何用咧？我有兩伙地鋪個業權啊，我唔參與你嘅重建啊，你都冇我符啊，咁樣定出嚟個法律有何用咧？就喺嗰度成班人，仲有一樣嘢幾年前爭拗嗰個業權啊，業主啊，我冇個名俾仔女啊，走咗之後啊，咁樣嗰樣嘢點處理啊？有啲又唔住澳門啦，擺喺銀行收租啦。咁樣呢啲嘢點處理啊？又唔傾嗰啲嘢，咁樣點能夠推動社會重建咧？都想聽下張生嘅意見啦。嗱，你咧就覺得，譬如頭先可能有啲地鋪唔同意啊，或者有啲業權上邊其實可能真係揾唔翻個業主啊。喂，其實呢一啲問題喺其他地方就可能真係要通過降低一定嘅1%或者一啲特別嘅情況處理。咁你降低咗，我有兩戶，我唔蘇你啊，咁咩點啊？你入去罪啊？但係張生，而家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譬如好似頭先高小姐，佢就覺得咧就唔應該降任何1%嘅，應該一定要100%嘅喎。咁你又點睇咧？咁樣成風花園嗰度賣呢個樣啦，係咪啊？你都冇人付。仲喺度講咩法律啫？明白 ，OK， 多謝晒張生嘅意見。咁張生同埋高小姐咧，就似乎有唔同嘅睇法啦。正就可能呢個就係可能喺都市更新啊，或者其他地方去探討點樣去推動重建咧，都係一個爭議嘅議題啦。咁其實或者聽下阿梁生有冇回應翻可能觀眾朋友嘅意見？事實上，都市更新呢個咁嘅議題咧係相當複雜嘅，喺鄰近地方亦都唔係一下子可以成功。但係就話政府已經有呢個咁嘅委員會咧，我覺得即係話亦需要有時間俾委員會去制定一套完整嘅策略嘅。你包括頭先大家講到嘅業權啦，到底係幾多%先至能夠滿足澳門嘅實際情況？必須要考慮個實際情況嘅，因為好多殘舊嘅樓宇嘅業權人未必係一定喺澳門，或者係甚至會有一啲業權人過咗身，又點樣處理咧？咁呢個就要需要制定一個完善嘅制度去處理啦。咁同時就話頭先講到我哋稅務優惠啦，實產生咗個誘因推動舊區重整啦。咁但係同時你見到頭先有位高小姐亦都提出咗個問題啦。根據新嘅規劃或者新嘅建築條例，未必拆咗嘅樓宇起得翻原本嘅面積嘅，甚至就話可能起得少過原本嘅面積。咁點樣俾到個誘因俾業主去發展重建呢？咁呢個亦都係將來一定要討論嘅，必須配合規劃啦、條例嘅政策啦，嚟先可以做得到。相對係比較困難嘅一個項目嚟嘅。明白。咁或者咧，我先睇睇天氣嘅情況啦，翻嚟再同大家啦探討相關話題。歡迎翻到嚟澳門開講嘅現場㗎，我哋今日仲會同大家探討下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即係準備就交去立法會啦。咁呢個話題係咪可以真係推動到一個舊式樓宇嘅重建呢？或者思源頭先高小姐同埋張生都提咗一啲意見，你點睇呢？正就係可能係大家個睇法有唔同喎，對個業權1%。其實頭先高小姐同埋張生咧，正就係我哋代表咗社會好多唔同嘅聲音。有啲覺得我哋重建需要100%，即係你冇可能攞咗我間樓。咁有啲確實係覺得，哇！如果你100%好似前方咁嘅情況，起幾年都未有任何嘢。咁呢個就係一個就係我覺得一個就係睇未來我哋都市更新嘅法律入邊咧，
點樣保障我哋持份者，即係我哋嘅小業主一個權益，呢個首先係好重要嘅。咁都市更新委員會曾經亦都講過話，我哋未來可能會成立一個即係成立一間公司去做啦。嗰啲可能大範圍嘅。咁譬如話小範圍，依家我哋之前我哋提到巨富啊，嗰個福寧大廈嗰啲，佢明興樓係啦，肯定係牽涉到發展商嘅利益嘅問題。即係好老實，如果一棟樓如果我未知道，如果一個發展商佢未知道呢棟樓可以起幾多，可以起幾高，佢基本上唔會投資嘅，可以拖幾耐，佢要計數㗎嘛。即係我哋就係講蝕本生意，邊有人做咧？係咪先？佢根本冇利益。咁另外，即係呢個我覺得係牽涉到幾方面嘅發展商嘅利益同埋小業主嘅利益。咁呢個咧就係未來我覺得就係除咗呢個稅務優惠，我覺得今日我哋未來政府要推出呢個稅務優惠咧，絕對係可以令到有一個誘因咧，令到我哋好多嘅未來一啲自己要自主要去重建嘅小業主可以推動呢個。尤其係已經可能面對一啲問題嘅殘危，係啦，即係就達成唔到共識。喂，因為真係可能即係高小姐，喂，我冇錢喎，我點攞呢幾廿萬出嚟咧？係啦，咁所以呢啲係可以令到有啲誘因，令到發展商啊，令到一啲業主咧可以再繼續去傾落去。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另外一個咧，其實我覺得政府依家遲遲都市更新委員會嘅法律未出咧，有另外一個隱憂或者一個諗法嘅，因為城市規劃未做出嚟，未來我可能喺呢個，即係所以我上次有建議過，將來政府係咪可以城市規劃可以分功能分塊去做咧？如果唔係，你話要等咗成個城市規劃去做晒佢，我覺得將來呢個都更咧唔係2年3年可以做得成嘅，真係要好耐，即係5年後嘅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再5年後嘅事，即係等於到法律5年後再去做重建，呢個等於政府講咗10年又10年，係兩代人。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今日所講嘅呢個稅務優惠，我覺得呢個政府提出嚟係解決先易後難，呢個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呢個好好嘅一個政策。明白。咁或者咧，我亦都聽下觀眾朋友謝小姐嘅電話㗎。謝小姐你好。你好啊。係謝小姐點睇先啊？資源你好。咁我哋講嗰個都市更新啊，或者係舊區重建咧，咁我哋政府都講咗好耐，計劃咗好耐。咁市民咧亦都好希望係能夠將啲舊區重建嘅。咁我哋都見到啦，又看嗰度真係啲樓好舊啦，差唔多成40幾年、50年。咁一啲之前好努力嘅製衣嘅工人咧，咁個當年輕力壯嘅時候賣咗呢層樓，咁到而家已經即係70幾歲啦，真係好耐啦。因為嗰個右漢嗰邊咧，即係以我個人睇到，我自己都成日行去北區，我都發覺咧呢一區咧係應該即係舊區重建或者都市更新都好。明白。再加上我哋再行落嚟嗰個沙梨頭嗰度一帶咧，即係惠愛街啊嗰度一帶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舊區，包括其實一路行落去下環街啊，其實澳門都好多㗎，係啊。咁司議員你都成日落區去巡嘅，咁你見到都好多我哋澳門一啲舊區係需要重建。今日咧都有記者去睇到我哋嗰個望德堂，有啲真係空置咗嘅嘅屋。我以前個同學咧喺嗰度住嘅，但係啲人去樓唔中意晒啲，咁嗰啲屋就係好嘥喎，因為嗰度都係一個旅遊區，一路行過去都係行上去嗰個西洋墳場啊，咁嗰度一帶都好多舊區嘅。咁我覺得咧，政府應該有一個計劃啊，即係一個決心。咁諮詢又好，乜都好，就有一個前瞻性啊、後瞻性又好，都係希望佢能夠計劃到將一啲舊區真係翻新或者重建。咁我哋可以將一啲原居民移去到第二度地方住先，咁呢度咧就可以重建一個新嘅城市。咁我覺得澳門咁樣比較又靚又好咯。但係謝小姐有一樣嘢就要同你去討論一下啦。頭先有唔同嘅觀眾朋友都提到啦，就阿高小姐就認為，喂，我哋唔應該講任何嘅百分比啦。咁總之我哋一定要100%嘅同意咧，先至可以去推動一啲重建嘅。咁但係張生亦都覺得唔應該喎。咁有啲人可能業主都揾唔到啊，各方面嘅時候，喺呢個小業主嘅權衡同埋可能大部分業主嘅重建權益同埋小業主嘅權益之間，你覺得應該點取捨咧，謝小姐？我覺得啦，因為有一啲沙節契啊，或者有一啲
業主啊，本身佢已經可能唔喺人世啊，或者即係去咗外國，亦都唔理嗰間舊屋，好多都會咁嘅。呢個咧就要我哋政府咧立一個法例。咁樣係點樣去比例咧？我覺得100%根本係冇可能嘅。如果你要100%咧，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嘅。法律都冇100%公正啦。啱唔啱啊？我哋去打咁，但係下降成點咧？又確實點樣保障翻小業主嘅權益咧？呢度你又有啲咩嘅諗法咧，謝小姐？咁我覺得佢嗰個比例，如果係立法做咗出嚟之後咧，咁小業主嗰個權益咧，就要睇下佢係攞翻幾多自己嘅嘢咯。我覺得喺呢度俾翻佢應該係冇問題咯。即係一個大陸都係咁樣㗎。百分比啦。你十平方，我咪俾翻10平方你20平方我俾翻20平方你。但係你住嗰陣時，你移居去第度咧，我哋政府就要有一個好嘅政策去安置呢啲人咯。即係可能係樓換樓嘅方式，同等嘅面積咁樣換咧，再加上一啲喺重建過程當中嘅一啲安置咧，其實你就覺得係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補償嚟嘅。呢個係合理補償，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講到天光咧，即係講到我差唔多，我諗我上咗天堂都未講得掂。明白，咁啊，小姐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啦。我哋今日咧其實都講呢個稅務優惠制度，就講緊譬如佢100%重建，而家可能因為實際嘅操作問題，要俾發展商又俾翻個原本嘅小業主，可能中間已經有兩重嘅納稅啦。喺呢方面，其實而家豁免咗佢，你覺得呢個方面係咪都可以鼓勵到即係現有一啲個案或者新有嘅個案可以去好啲嘅處理咧？我覺得政府咧喺稅務嗰方面咧，盡量優惠市民咯。因為有啲夾心階層咧，你呢度有納稅，嗰度有納稅啦，就好似最近咁樣啊，嘈晒咁，你加佢10倍、20倍嗰啲咁樣個實質。你勾車啊、拖車，你係起勢轉嫁喺呢個即係持有者嗰個車主嗰度。有時有啲嘢咧，即係大家要平衡雙方嘅利益。你平衡國企，你又平衡得咁好。吸煙啊講咗5年，都唔全面禁煙，點解我哋市民嗰啲嘢，你政府你唔去做到好咧？今日同阿謝小姐傾到呢度先，我哋仲有林生嘅電話，林生你好。喂，係林生請講。你好，大家晚上好。嗱，接翻頭先阿鄭小姐個話頭咧，佢講得非常之啱嘅，因為點解咧？你要100%係冇可能嘅事嚟嘅。最緊要咧就係話嗰個原本嗰個業權持人嘅利益咧，不受到侵犯。嗱，呢度係難做啊！林生，你具體你覺得可以點樣去保護到佢？嗱，你話如果佢話我要翻間屋，我要間翻屋，我係要喺4樓，我係咩？呢個都係易做嘅。你話要變翻間屋原本個樣，梗唔得啦，因為間屋拆咗冇人。即係可能頭先謝小姐講個面積。但係你話間屋咁大嘅實度，即係我頭上好多次喺啲節目講過，舊區重建應該就話。我哋係徵收個土地嗰個房屋嘅物業之後咧，我哋俾翻個同樣大俾佢個實度，譬如400尺嘅，俾翻400尺你，500尺俾翻500尺你係舊樓換新樓，你冇可能反對㗎呢樣嘢。你明白？如果你話要100%，即係話出現一個好荒謬嘅情況，就係極少數人，甚至係0.0001嘅人去綁架99.999嘅人，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嘅事嚟嘅。我成日都講唔可以用俾少數人去綁架大部分嘅人。不過林生，具體認同嘅呢個方向，大家都可能知道考慮。但係其實具體你真係譬如果你去負責嘅話，你覺得嗰把尺應該落到其他地方有90啦，當然仲有其他嘅要求啊、樓齡啊各方面啦。你覺得即係點樣喺澳門係咩位置比較合適咧？喺你嘅即係話嗰個百分比係咪？百分比同埋一啲條件啦，因為其他地方都有啲樓齡嘅。咁樣我先一樣回答你嘅問題。百分比我覺得80%就適合㗎啦。80%就適合。好，第一。點解咧？我想聽聽。點解嗱？好簡單，因為時間我亦都唔能夠太詳細俾我簡單啲講兩句，希望你可以 get 到就係。因為80%咧就係叫做即係嗰個國際政治上嘅mayoria absolute。你明唔明白我意思啊？即係絕對多數啊。75%已經絕對多數嘛，我再俾多5%你就80%咯。叫絕對多數，因為你少數服從多數，絕對多數情況之下，你就應該要同意絕多數人嘅。即係4/3啊，呢個以上啦。冇錯啦，mayoria absolute。O.K. 咁跟住咧就係話嗰個權益就係話你徵收前我咪實度你個單位咯，你個單位你其實你間屋除咗你嗰個業權之外，你話我豪裝喎咁，喂大佬唔俾得翻你喎，咁大家可以用一個恩惠嘅特惠嘅方法，即係我賠翻多少俾你啦咁樣。而家實際面積我保證你所居住嘅佔領面積不受侵犯，即係話你400尺俾翻400尺，你捉俾翻你，唔會少你1尺。咁樣理論上嚟講咧，你賺咗啦，點解舊樓就冧噶嘛？維修保養唔使錢咧，俾緊新樓你喎。大家關鍵喺度啦，關鍵而家就跟住你啦。關鍵就係話，如果我舊樓俾你徵收咗拆嘅時候，我又要叫咩搬遷居住。
係啦，我居村，跟住咧仲有我買翻我自己單位，又話要承做一次第二次交易喎。咁呢個咧就係容局長就要出嚟要主持正義啦。喂，呢個係被徵收性，而家重複徵稅，我明白你講重複徵收個物業轉印花稅。如果係咁咧，就變咗好多人咧，就喺呢度咧就會卡死咗。其實而家呢個都係實際問題。我阿振宇見嘅司員同容局長嗰個見解就話：喂，我哋目標正確，細節可以商量。尤其司員講得好啱喎。喂，我哋唔做的話，將來咁樣拖喺度。大家話好死冇好處嘅喎，所以林生你都認同呢個優惠稅務嗰個法案個方向？100%啦！我作為納稅人，就算政府收多啲稅，我即係我唔係收少咗稅，我要填多啲稅落去支持，我都願意。因為點解咧？即係對只要係對一個社會有好嘅嘢，就應該去做。你嗰啲企喺大炮台上邊啊，望翻落嚟，澳門唔係冇地，只不過啲地係起咗呢2層、3層、4層係浪費咗。如果全部都係好規劃嘅好。周正嘅好盡量利用的話，澳門絕對唔會冇地。林生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啦，除咗稅務呢個優惠你認同啦，你頭先講亦都可能要降低一啲百分比啊，或者確保到可能樓換樓或者面積嘅上面嘅保護啦。你覺得有啲咩仲要去落實去推動一個舊區重整，先喺澳門能夠喺有效啲推動呢個即係舊樓嘅重新啊翻新啊各方面咧？呢個就我講咗90幾次㗎啦，唔好交俾商人做。即係你覺得應該要政府牽頭有一間好似香港市區重建局咁樣。即係而家政府都係呢個方向，你都係認同嘅。係啦，由政府牽頭去做。點解咧？可唔可以佢簡單講兩句點解？我我唔係，因為本身我都係商人嘅身份啊。我唔係詆毀商人，但係咧，如果一旦由商人去咧，就會產生好多利益嘅瓜葛。咁到時咧，兩方面嘅人跳出嚟，呢個我利益肥心飯，嗰個又話你分到，我分唔到，呢個肥豬肉食，嗰個冇得食，結果大家永遠都喺度跳皮，永遠都喺度扯皮，永遠都喺度拗。不如索性大家冇拗啦，由政府牽頭做。明白。咁咧就大家唔使拗。多謝晒林生嘅電話。不過確實咧喺其他地方好似香港咁啦，就政府 set 咗一個遊戲規則啦。其實到最後可能都有私人發展商去參與興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個規則就 set 好晒啦。咁即係頭先講嘅一個利益嘅分配，可能已經處理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後邊係比較簡單。咁或者其實頭先阿容局長都有講到啦，其實阿林生佢哋都支持呢個法案啦。咁其實你有冇啲咩回應或者即係能夠話俾大家聽，係咪都會盡快去提交嗰方面？會啊，其實咧好多謝頭先來電嘅聽眾啦，有關大部分嘅市民咧，我相信咧都會支持有關嗰個法律優惠制度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實際上係考慮到咧，就係呢啲舊樓重建嘅居民咧，基本上咧大部分咧都係經濟上咧情況一般嚟講比較緊絀嘅咁樣佢哋往往咧由於頭先所講話會移轉咁多次移轉，可能產生多次嘅稅費，咁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比較沉重嘅負擔嘅。咁所以咧，我哋係特登係制定呢個草擬有關嘅法律咧，係想排除咗有關呢啲咁嘅成本，減低到成本，直接咧係推動到希望咧個誘因咧係令到咧係市民係願意做呢個係重建嘅工作。透過呢個稅務優惠咧，係希望可以回應到社會訴求。但係其實今屆立法會就會期唔多啦，係咪真係會爭取喺今屆完成立法？冇錯，呢個係我哋目的呢個目標嚟㗎，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將呢個法案咧係拎到去立法會度做討論，同埋爭取今屆係啦，冇錯，明白。咁啊，思源你點睇？因為我覺得首先阿容局長頭先講嘅，即係可能爭取咗，即係如果政府交到入嚟，我相信立法會咧都會盡快，因為呢個比較簡單嘅法案，所以爭議利民爭議又少嘅一個法案。咁頭先謝小姐，我想回應到謝小姐同阿林生嗰個咧，我覺得其實依家真係整個我哋叫做舊區重建又好，叫做我哋都市更新都更，其實最主要牽涉到法律咧，其實係兩樣嘢啫。一個就係比例嘅問題，另外一個就係賠償嘅問題。呢兩個係最大嘅爭議。一個比例究竟我哋有70%啦、80%啦，頭先我哋好多聽眾都講咗好多啦。另外一個就係賠償，賠償其實牽涉到3樣嘢，好似我哋前一輪都做過一個調查，其實好多市民依家咧，因為你如果係話你收購咗我呢個舊樓300零萬，我依家買唔翻我個咁大嘅單位去住，我可能仲要孭。如果我年輕人我冇問題，我可以供啊嘛，佢孭得起啊嘛。如果你年紀退休人士根本冇可能，就按揭都租唔到。係啦，所以另外一個咧就牽涉到置換嘅問題。樓換樓啦。咁第三個就係原地，好多人要原地。其實咧，我哋問完之後咧，好多人大多數人都願意係原地
即係樓換樓，因為你俾翻咁大我，咁其實呢個咧就所以必須我一直喺議會，我呢幾年其實喺特區每次特首上去立法會，我都問佢都更嘅事，到最終我問佢究竟我哋將來點樣去政府係咪去牽頭做？咁呢次都更會都釋出一個訊息，就係話未來我哋都更即係會都市更新係會政府會牽頭去做啦。另外仲有一個就係特首喺今年喺舊年回答我嘅一個就係我哋嗰個做一個嗰個咩樓啊嗰個臨時嘅嗰個即係嗰個樓，我覺得呢兩方面咧係最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唔做好呢方面咧，牽涉到好大。點解發展商做唔到？唔係話私人發展商做唔到嘅原因係因為牽涉嘅利益太大。如果呢嚿地我又唔知可以起幾高，又唔知可以起幾大，你叫我發展商去計數，發展商係計唔到數。即係假設係發展商，我絕對唔會計呢啲數嘅。所以政府先有條件起一個地方，俾佢去暫住房，俾佢去暫住房之後搬翻去原居，政府先有呢個條件。如果唔係，如果係大片區嘅都更咧，絕對係政府先有呢個條件。普通嘅建築商佢計條數，佢計啱條數嗰個，到時咧就會衍生嗰個價錢就會好高，換咗俾人佢計個條數唔啱數喎。咁所以呢個咧最重要，法律要推出嘅同時咧就係搞掂比率係幾多，賠償點樣保障我哋居民嗰個權益。我覺得呢兩點係最重要嘅。梁生，你又點睇？包括比例啦，頭先講緊，即係咪真係必須要確保樓換樓啦？同埋其實頭先有居民都認同，就可能係要政府去主導翻呢個都更。你從建築業界方面點睇？可以咁講啦，就稅務方面大家都冇乜特別嘅意見啦，非常支持啦。咁除咗可以陣先大家都講咗一啲比例啊，呢個問題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就話要推動都市更新，純粹話政府要全包，其實係唔現實嘅。樣樣嘢都要政府做，其實政府能夠做到幾多？就算真係政府包晒嚟做，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可能等嘅時間可能20-30年都未做到幾多個項目。喺整個舊區重建裏邊，我哋會有一啲小嘅項目，私人自己會重建翻，呢個係一種啦。一種就係政府主導嘅，陣先講啦，即係公司嘅大範圍嘅。咁但係亦都唔能夠呢個將發展商嗰個參與排除嘅。事實上一直以嚟，澳門都有一啲發展商會係做緊呢一樣嘅工作，去做一啲舊樓嘅改建啊呢啲工作。所以我相信係各方面要配合嘅。但係梁生，具體你覺得點樣配合喺你哋嘅角度係最好嘅咧？所以就話一定要有個清晰嘅政策做咗出嚟，同埋政府係要揾一啲項目去逐步去落實去執行嘅。咁亦都能夠有啲政策能夠令到一啲發展商係能夠參與到上面，而有一啲細嘅戶，譬如我一棟樓只有5戶嘅，咁佢哋可以自己重建啦，唔一定係要賣俾發展商去做啊。咁譬如一啲項目一啲街區可以3個地段4個地段合埋去發展嘅。發展商覺得係有利可圖嘅，咁佢咪自己去收購咯。咁你一定係要俾到佢一個空間同一個制度，去保證到佢個發展嘅唔能夠破壞到整個市區啊，破壞到原本人嘅利益啊。咁發展商嘅參與更加能夠令到呢個舊區重建能夠推動得到。因為大家一定要明白，40-50年嘅舊樓，佢已經唔係一個有價值嘅資產，甚至可能係一個負擔嚟嘅。你要維修呢啲舊樓，你要將佢賣出市場並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同時，如果我哋有一個政策係令到有發展商係願意收購呢啲樓宇去發展嘅，咁亦都會俾到市民多咗個選擇，唔一定係要由政府去包。因為所有去政府去包嘅，你見到個行政程序啊或者各方面都唔係一定能夠馬上將整個舊區回應到所有嘅訴求。係啦，所以梁生，你頭先嘅意見就係話，其實可能頭先提到啦，可能五個住戶嘅矮層樓宇，其實佢未必一定要發展商去重建喎。其實可能係 set 好晒制度，政府有制度之下，其實可能佢只需要揾個承建商去重建就得啦。咁至於可能一啲中小型項目幾個地段嘅，如果政府能夠有個明晰嘅政策，知道可以點樣合併利用，發展商計到條數係有利潤可圖嘅話，咁其實可能政府就要 set 一啲基本嘅標準。冇錯。發展商就要跟從呢個標準去收購樓宇，就要確保到居民嘅權益嘅同時，其實發展商又可以參與其中，就可能會快啲啦。咁至於可能真係大型啲嘅項目啊，頭先司員講成區發展，可能真係需要整體規劃啊，呢個可能就真係要政府主導，係咪咁嘅理解？其實多方面一齊去推動呢個舊區重建。我認同阿梁生講係要多方面嘅。其實我講過點解，其實咧。如果係都市更新，就我哋首先一步步推啦。
有稅務啦，未來就都根據法律啦。因為點解發展商唔係話發展商唔可以參與？因為點解咧？發展商係佢一定要計數嘅，佢有利可圖先會做噶嘛。如果唔係佢唔會做。咁點解發展商難參與嘅原意就係、假設我哋上次我哋北區嗰7棟樓咁樣啦，其實你問政府究竟我哋未來呢度要起幾高，佢話俾你聽唔知，你入品啦。咁即係等於話發展商佢唔會話。我收晒所有樓先嚟入你張嘢，究竟得唔得啊嘛？咁所以你因應就頭先所講嘅，我哋畢竟要政府有片區話咗，我呢度係起幾高，我係見整體係點樣，發展商計唔條數，喂得喎，咁我咪去去收購啊，去做乜嘢呢先做到啊嘛？所以呢個就係牽涉到呢個即係我哋成日講牽涉到利益嘅問題。所以政府如果城市規劃呢個唔做出嚟咧，除非嗰啲細地，即係話。一定發展商一定參與到，係咪啊？如果唔係就參與唔到嘅。好啦，咁啊或者咧，我先睇睇廣告客戶説話分。歡迎翻到嚟澳門開講嘅現場，今日會同大家啦探討一下啦稅務嘅優惠啊，點樣去推動呢一個舊區重建嘅話題㗎。咁啊，應該電話入邊咧有陳生㗎，陳生你好。你好啊，三位。係陳生你好啊，司員你好啊。我聽到你哋正先講啲咁嘅嘢，咁嘅問題咧。我諗起你哋係咪收到？因為新橋有啲起樓，所以要搞稅務啊。如果係嘅咧，我話俾個信息你哋，唔好入錯戶口啦。1層5層高嘅，我打個比喻你，5層高，你話重建要80%啦，算佢60啦，好唔好啊？6伙即係3伙人啦，2伙人啦。如果你監租起嗰陣時，其中有啲係長者。佢何來攞錢嚟找數啊？佢銀行按揭得唔得噶喎，老友？60歲以上嘅銀行唔做按揭噶喎。你話政府，你要你政府做咧，你大片收咧，喺高會就會好似阿司員話齋，你俾翻咁大嘅面積我或者剩咧，你都仲玩為有得諗喎，用政府嚟做。你自己嚟做，好似鄭先嗰先生，嗰位先生講話，我點知你起？你批唔批我噶？哇！我一片收咗嗰陣時，佢話。唔得喎，又係要5層喎，我咪大鑊。仲有喎，你而家你哋嗰個咁嘅咩都更會嗰啲先生喎。我希望你哋唔好又係喺5層喎，5層後幾廿年後又係一個重複㗎咋。咁啊講完呢樣咧，我再問下司員啊議員。嗱，我又問你咧，澳門咧好似正先高小姐話齋，澳門就係以嗰個基本法為最主要嘅。38條。特區政府有冇關懷到啲長者？佢哋住喺殘破危樓，佢點樣上落啊？因為佢係自置咗嗰啲物業嘅。點解嗰啲入息少啊？你哋話叫佢基層，叫佢話低層人士，冇入息嗰啲退休人士，佢係咪咩？佢叫咩層啊？仲有一樣嘢，議員第39條啊，退休保障係用法律嚟保障嘅。我想阿議員，你問下特首。你用乜嘢法律嚟保障自置物業嗰啲長者佢嘅居住出行？退休保障咧就係衣食住行嚟嘅，佢住同行，你點樣保障佢？你而家係你唔立法保障，佢連想租嘅社會房屋都話唔得，因為有樓嘅問題啦。陳生想同你溝通一下㗎，正你又提出一個問題咧，想同你傾偈好耐啊。但係正就係你提出個問題啦，我哋都了解，其實而家好多老人家頭先都有提到啊，點解呢個稅務豁免其中一個都可能係因為啲老人家其實你仲要佢攞幾廿萬出嚟，唔好話換新樓啊，就係純粹俾呢個稅都有問題啦。咁所以而家譬如站喺你哋嘅角度，頭先你講啦，喂，如果真係咁啱個發展商係講緊5層樓嘅重建，喂，重建入邊可能仲要涉及一啲費用嘅時候，對呢啲老人家點樣保障呢？如果講比例，呢啲老人家真係可能受影響嘅喎，還是政府應該要有針對性可能針對住喺唐樓嘅老人家有啲居屋即係叫做房屋政策去幫到佢哋呢一方面，你覺得係呢個方向？林生，我俾少少意見啦，因為阿司議員佢係代表嗰個一個社團嘅，你亦都係代表社團分支出嚟嘅。我俾個意見你啊！我哋而家啲長者，佢係因為佢後生係叻得滯啊！如果後生因為佢冚唪唥玩咁多使咁多咧，佢而家就乜嘢都有啦。乜嘢屋住有？因為而家特區政府係俾冇樓嘅長者都已經有得住噶啦。點解呢一班佢有個物業有殘破危樓，咪你特區政府唔立法唔考慮豁免俾佢租？明白。
OK。你仲有啊？你嗰個住社屋嗰啲，你係唔使立租嘅喎。嗯。佢而家想希望立翻租嚟租，你俾唔俾佢啊？你特區政府。嗯。呢個係基本法嚟嘅，學阿高小姐話真係最高法律。如果唔係，第日我哋長者會同你打官司去揾法律援助，係咁啦。唔該晒啊。OK， 唔該晒。咁我哋應該電話變咗另外一位觀眾嘅，你好，黃小姐你好。你好。係黃小姐你好，請講。嘉賓好。點睇呢？施議員好。你好。施議員，我在這個大電波裡要表揚你啊。謝謝。你那個申請福包，我上次也是在這個電視台跟你提出過。真的有的婆婆到年尾申請到，或者我哋講翻今日嘅話題。功勞，我知道，等一等，謝謝你，我替他們謝謝你。我知道你今天講的是都市更新嗎？稅務推行嗎？我跟施議員的意見一樣。又漢這麼7幢大樓，應該政府主持，政府主導，應該建高層嗎？應該你這個城市都心啊。都心改造這個事情已經差不多2屆了，2屆的這個政府都未落實啦，到現在都未搞定啊！但係黃小姐啊，頭先有爭議嘅可能係一啲業權嘅百分比，你自己點睇？係咪可以降低咩程度？你覺得係合理嘅咧？過到60%就行，100戶有60人就可以的啦。你覺得60%？應該你這個向香港學一下。我那時候在這個電視台講過，天津一個區呀，就是它叫塘沽區，也叫海濱區，人家一個區比你這澳門大3個，人家都改造啊，很成功的，坐個飛機去嘛，你都是了，濤哥你都看都市更新你的委員會了，去那邊去取經嘛，取經回來就好辦，問題你不去學習，你光在這裡問。居民都恨你們把這城市改造靚一點嘛。OK， 多謝晒黃小姐嘅意見。咁確實咧，黃小姐就覺得60，不過60相信都係比較大嘅爭議啊。咁但係唔緊要啊，或者我都俾啲時間3位嘉賓啦，都可以回應下意見同埋總結下啦。其實局長頭先講到，其實大家個方向上似乎對呢個稅務嘅優惠法案制度都係其實支持嘅。其實你哋希望譬如爭取喺今屆嘅會期過咗之後，其實會有啲咩效果咧？就係有關呢係呢個稅務優惠制度嘅法律嘅制定咧，我哋咧相信係志在係有效配合咧運輸公共範疇嗰個政策嘅，同埋咧透過呢個提供稅務優惠推動呢個舊樓同埋危樓嘅重建咧，可以加快都市更新嘅進展，同埋係改善市民嘅居住環境嘅，係相當係有實用嘅，我相信係。明白。咁或者阿思源你自己點睇翻頭先居民意見？似乎大家可能睇內地真係有比較政策性強嘅。咁點樣保障翻私人業權嘅權益咧？其實呢個咧就我覺得社會意見其實係都好有啲分歧嘅，因為我哋曾經接觸啲市民，其實佢哋有啲就係話究竟最終點樣保障佢哋嘅權益啫？咁我覺得政府咧喺呢方面咧要諗，即係我哋到時要一個廣泛嘅。點解都市更新會咁耐咧？其實牽涉嘅利益就係因為頭先觀眾朋友就係帶俾我呢個思考嘅衝擊，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年紀唔同咧，對於同樣嘅樓宇重建，其實你都係唔同嘅需求，唔同嘅需求嚟嘅。陳生嘅需求唔同，可能後生啲又唔同。其實就包括長者都有人問我㗎，佢話究竟我哋如果係老人家，我有層樓啦，我獨居，我又冇兒女，可唔可以政府依家養我送我去老人院，將來我層樓我俾政府啦，即係都有人真係咁問我。其實香港係有類似嘅操作啦，有啲逆按揭啦、老人宿舍啦，即係可能你俾一筆過嘅錢佢，租金就住到安老啦，咁佢就住喺一啲政府嘅興建嘅樓宇有 lift 有剩嘅，咁都係一種方案，但係要討論啦。即係呢個唔單止要討論，呢個要分鐘要落立法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將來未來係值得探討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都更嘅一定咧，我頭先所講話。除咗政府主導啦，將來點樣更加令到大家可以去參與呢個，即係包括建築商可以參與。我覺得就係首先要將個立法立咗先。我知道我哋而家都市更新委員會咧，其實做咗大量嘅工作，同埋以往10年嘅舊區重建委員會都做咗大量工作。咁政府咧要有魄力，要有呢個魄力去盡快去立法去做咗佢。其實以前係好多，無論都市更新委員會做咗幾多，其實
最主要拍板嘅都係政府。咁政府有呢個決心，我諗就會做得成功啦。希望都有呢個好似稅務優惠呢個法律制度制定嘅信心。如果今年上半年能夠推出，都係真係算係快㗎啦。咁亦都聽下梁生嘅意見，即係點樣覺得而家澳門嘅都更卡咗喺邊度？應該邊度係真係要盡快去推動咧？我相信都市更新係事實係難去執行嘅，因為真係涉及到唔同持份者，係唔同持份者同埋每一個都唔同諗法，佢諗法都唔一樣。好似陣先咁多嘅觀眾都唔一樣啦。咁但係政府其實就要為整個社會嘅共同嘅利益去出發，大嘅範圍滿足咗，其實一定會有人係受到傷害或者係冇辦法滿足佢需求，冇可能嘅，呢個係實在冇可能。但係一個公平嘅政策推出咗之後咧，我諗係會盡快落實呢個都市更新呢個政策啦。事實上，我哋就算係冇都市更新呢個政策嘅時候，我哋見到一樣係有啲舊區嘅重整，一樣係有一啲樓宇嘅改造係其實進行緊嘅。我諗都市更新除咗拆樓宇之外，就重建呢個概念之外，事實上喺唔同嘅地方亦都會出現到就話都市更新，亦都係一個維修保養係美化呢方面，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多啲功夫嘅。因為畢竟我哋啲樓宇，譬如而家係咁30-40年，其實佢本身仲有一個價值喺度。點樣能夠利用翻呢啲樓宇？我其實係要帶出一個信息，就話我哋唔好都市更新一定係要拆晒佢嚟做，必須係考慮下點樣能夠保養維修，再利用個價值，係啦，社區點樣能夠活化到一定嘅社區？呢啲我諗都市更新需要考慮下呢方面嘅一個政策嘅推動咯。明白。咁其實確實咧，都市更新嘅核心目標就係希望提升翻居民嘅生活質素嘅啫。究竟我哋要通過重建啦，其中一個手段啦。咁其實亦都可能係要通過一啲樓宇嘅加強保養維修，令到大家住喺入邊都更舒適啦。同埋可能喺社區嘅一啲條件、交通各方面嘅美化，亦都要做多啲嘅。咁啊，今日多謝晒幾位嘅嘉賓。咁我哋聽日咧會同大家探討下的士加價嘅話題。聽日再同大家澳門開講。